又是红色衣服，你就是刚刚林子里那个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喂，不要离开！小伙子，怎么大半夜还一个人在街上闲逛，像失了魂一样？最近可要小心些，早点回家吧。咦，我看你不像是这个镇子上的人吧？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是来找老马的，你知道他吗？老马吗？嗯，我知道他。他在镇子上开了个小酒馆，你找他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，之前他捐了我们一笔钱修建道观，师傅让我来登门拜谢。不过我在林子里迷路了，现在才找着路来这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林子是有点难走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带你去老马家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那，这里就是老马家了，我还要去医院一趟，先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镇上好像有什么邪祟，你初来乍到要小心些哦。邪祟？和你开玩笑的，我自己就不信这些。那我先走了，有缘再见。
道長，道長，老馬，你還活着？道長乜你咁講嘢啊？雖然我身體係唔係好掂，但係未有咁快死嘅。唉，之前喺樹林嗰度咁啱撞到我呢個癲咗嘅細佬，我一行過去，擰翻轉頭啫，道長你就唔見咗啦，所以我咪唯有帶佢翻嚟先咯。袁飛，袁飛，那你為什麼要給你弟弟立個墓碑？而且你弟弟這是……嚇親道長你添！我細佬之前失蹤咗好耐，好多人都話翻唔到嚟噶啦，咁我咪諗住立塊碑俾佢咯。有咗塊碑都唔使做孤魂野鬼啊嘛。之後係翻咗嚟，但係就痴痴呆呆咁咯。原來是這樣。那個合照上的袁飛，袁飛，喂，唔好跑咁快啦！唔好意思啊，道長，我細佬癲咗之後咧，成日咁樣嘅，我驚佢搞事，我追上去睇下先啦吓。唉，你個衰仔啊，唔好跑咁快啦！我都幾廿歲人啦，你估我仲追到你啊？呢個衰仔啊，老老實實留喺呢度，邊度都唔好去，知道未？袁飛，道長你睇下，對面就係賣茶嗰家人，隔籬賣布嗰家人呢，已經漏夜搬走咗啦。大家一場隔離鄰舍，麻煩道長為嗰啲出事嘅人點燈，安撫下佢哋嘅魂魄先啦。哦，香我屋企有，不過冇香爐，我去賣茶嗰家人屋企揾下。沒事，我去就好。老馬，你去拿香和蠟燭吧。哦，好好，道長你等我一陣啦，我帶呢個衰仔翻去先。
道長，啲嘢準備好晒啦，有請道長點燈。好。无上玉清王，统天36，九天普化君，化形十方界，能以智慧力摄伏诸魔精，嫉妒长夜魂，利益于众生。如彼银河水，千眼千月轮，世中未来世。永扬天尊教，九天应元雷声，普化天尊。道長，你冇事啊嘛？我沒事，不過剛剛是怎麼回事？唔通真係好似鎮長講嘅咁樣？鎮長？你們那個鎮長還說過什麼？之前出事嗰陣，就有人提出要去道觀揾人點燈，但係鎮長唔俾，話只能夠求羅神保佑，唔可以用其他辦法，所以報警都係我哋偷偷地報㗎咋。但係隻鬼半夜敲門敲到我屋企，我嚇到死下，咪去揾道長你咯。估唔到而家竟然搞成咁樣。你們鎮子的忌諱還真不少，而且我看你們家裏也沒供奉着什麼，實在是看不太出來這份信仰。唉，呢方面都係鎮長話事㗎。道長有冇見到大門口嘅告示啊？一有啲咩事，鎮長就會去問，要我哋做乜嘢就貼喺告示嗰度。我哋平時都係起願拜神之後還神，係得鎮長嘅家屬先可以隨便去拜羅神噶。好，那我們去見一下這個鎮長吧。見鎮長？道長啊，你見鎮長想做咩啊？有些事情想問問他。鎮長佢呢排好似好忙喎，真係要去揾佢？袁飛，哎呀，呢個衰仔做乜又走咗出嚟噶？道長啊，咁你去街道督嗰間資料室等我啊，鎮長話唔定會喺嗰度噶。